一顶山地怨叹，雨伊无带回来，拍打的心。各行各业拢有迄款发挥了真才情的人，敢若三字名唱出来，唔免加介绍，大家都拢真熟吧。30当前华语的歌坛唱片制作人黄大军老师，就是这款的人选。近来，伊开始创作台语歌，写《雨水》予曾心美演唱，写《原谅过去》予黄义玲演唱。咱大先要来听黄大军老师的学生，也是名歌手方志伟，讲起因师道中间的往来甲情分。黄老师是艺人的心理医生，他知道如何告诉艺人这个歌的感受是什么，然后你的心情必须怎么样。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遇到人生的每个波折，有办法用语言去说出来，但是他可以用歌跟文字去写得很满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些词是到底是怎么编出来的？他很用心在过生活，而且很用心在交朋友，总是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，所以他才会感受得比较快。所以应该是说，他从空气当中他就会很敏感。我是方志伟，真久无看，要跟你讲一句话，就是身体爱顾，较莫吃薰的，吃薰哦会影响到喉咙哦。你是一个很感性的创作者。对，希望你的歌可以让很多人都一直的流传下去。传一寡好料的，甲每一个人客当作是咱的兄弟姊妹，兄一个家连地，放伫这毋捌转过，嘴焦到天气免惊歹势。日子若是认真啊过，逐工拢嘛好了的，短短人生一杯茶，无怨无叹，点点啊做，不管付出爱偌济，我若一个家连地。传一寡好料话，甲每一个人客当作是咱的兄弟姊妹，兄一个家连地，放伫这毋捌转过，嘴焦到天气免惊歹势。日子若是认真啊过，逐工拢嘛好了的，短短人生一杯茶，无怨无叹，点点啊做，不管付出爱偌济，我若一个家连地。世界若要美丽，将人爱入心底，平安幸福是咱的宝贝。平安幸福是咱的宝贝。
平安幸福是咱的宝贝。咱来欢迎，已经伫歌坛、伫艺界创作几落百条的作品，已经栽培足侪学生，拢做出名的歌手。黄大军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国珍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老师伫咧艺界，伫咧唱片界，真侪制作人吼，拢拍叫，结果那像你袂安尼啊？歌手伫内底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，麦克风是照妖镜，歌手是啥物心情？歌手的状况、身体状况，歌手的能力甲到位，迄支麦克风会使甲你无限放大，伊所有的拢会到我的耳朵来，安尼，所以我感觉一个制作人上主要的是解决伊伫内底迄种孤立。我一直感觉讲，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代志。你爱互歌手伫内底感觉唱歌是一个足赞的工课，是一个足快乐的工课。所以，无管你是唱偌悲伤的歌，你嘛是悲伤甲足快乐的。安尼，所以我的责任是甲因引导出来。足少岁的时阵就做制作人，足少岁的时阵就作词作曲。讲起来吼，众人对你足欣赏。我是较好运啦，我生伫迄个台湾的音乐上黄金的时代，整个音乐事业是很蓬勃的，需要人才啊。我拄是生逢其时，咱所以一出来就人感觉咱会晓写字，咱就写，去尽量写安尼。人感觉咱会使做制作人，咱就叫人杀去坐迄个位。嘛佫较好运，一开始就做一寡足有名的、足厉害的歌手，像讲我第一个做的唱片就是齐秦，这是我感觉我的人生是安尼人甲我开的，都总是有一只手要来甲你杀，安尼，你怎么去修前几世的福，才能够说你规世人做的第一代唱片都是当红的，红到不行的叫齐秦的，安尼，我嘛想无。人若开始有名声，甚至有地位，有真侪发挥的时阵，无条外口面人咧讲的诱惑，各种的引诱嘛会来啊。对我来讲，迄拢是一个过程，而且足紧的都无呀，因为看太济了，一礼拜都看到啊，所有的形形色色拢看会到的，所以我这人是较高去想一下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爱写歌，所以我比较容易去体会什么叫做人生啊，安尼所以尤其是写歌的人什么代志拢先看反面的。那会讲安尼？因为我们一直在探索的就是人性的黑暗嘛，那个就很有趣，比较有文章可以做写正面的，少年的时阵袂安尼写啦。少年的时阵是想要有一些创意安尼啊，对吧？我嘛知影你一开始都几落条歌收录入去新金韵奖这个专辑，迄个时阵开始人找到你的时阵，你敢有感觉讲，我开始作品有互听到啊，开始有一种兴奋的感觉，甚至讲对家己未来有一寡想象。讲阮爸爸的心情就好啊，我高中买吉他。等于出去弹，开始小安尼连续2个礼拜拢唔爱去读册，就对啊，吉他都摸咧，弹，安尼。除了3餐吃饭，食饭爱个人叫，安尼，伊就抓狂啊，吉他就甲你摔坏啊，当个咱讲会使读大学迄阵出去外口餐厅唱歌。哇！伊就讲，原来唱歌也会趁钱哩哦，我就学费无等于处理退啊，安尼。等到我过一站啊，哇！咱这亲戚50人讲，恁囝迄写的歌伫电视上面歌星咧唱啊吼，
伊替咱讲话啊，有民主啊，替咱讲话。张明咱的啊。你唔知影讲伊迄阵仔去大外练了偌许落了，啥都无安尼。我嘛就是安尼啊，这是一个过程尔啦。嘿，我感觉讲，我感觉人生的精彩就是安尼，家己爱去找家己的目标。心内选择这条歌，讲是咧写写，咧写咱家己生活一块土地亲近的土地，对无？对，这个心内的选择吼，是因为当初时吼，社岛的一个校长吼，希望我帮社岛这个所在写一块歌，哦，代表社岛的心声。我即摆看迄块歌吼，我所感觉讲，我咧写社岛根本即摆甲看就是，毋是咧写社岛，我即摆看是，这块歌就是台湾。这是很奇妙的事情，啊，因为观音山看对遮来，哦，保庇我，保庇咱有成功的迄天，阮心内选择写倒，这是足奇妙的代志，即摆看拢无共啊，角度拢无共啊，安尼。因迄阵啊咧是，迄阵啊是，加拿大讲，甲即块歌写到家己的感动，吼啊好，迄个规个社岛的人拢会有迄个认同感。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代志，因为这是为着这个所在，为因的历史内底，创造一个旋律。水河伴着我，黄昏的社岛啊，花金城，心爱的人叫着阮的名，希望是咱的将来。咱的声，观音山看对遮来，保庇我，保庇咱有成功的迄天，过冬鸟飞倒转来。祝福我，阮心内的选择，写倒啊。水河伴着我，黄昏的社岛啊，花金城，心爱的人叫着阮的名，希望是咱的将来。咱的声，观音山看对遮来，保庇我，保庇咱有成功的迄
倒啊！观音山看对这来保庇我，保庇咱有成功的迄天。过冬鸟飞倒转来，祝福我，阮心内的选择。写倒啊！心内选手这条歌，是你过去这是作品内底家己算足满意的一件，对无？对，因为真正的为一个作品、一块土地、一个人文去完成这样一个，我感觉足伟大的。尤其我完成了，我跟你讲吼，阮完成了吼，因霞岛迄个学校吼，伫社子国小安排规个霞岛的人一个演唱会，啊，中平就去唱，现场5000多人。5000多人，大大小小，从老到幼稚园的，我伫台卡吼啊中边伫面顶唱，唱到副歌吼的时阵哦，全场5000多个人一起唱。你知影我去哦，这个声甲整啊乱七八糟，规个目屎都流了。迄种感觉吼，我做音乐做到迄个时阵没有经历过，可是我真的被撞到了。5000多个人一起唱，那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场面呢，就恐怖的呢。所以我感觉这首歌当下我感觉哦，就成功的。老师，咱知影音乐的力量，所以我嘛真知影讲，你每一遍咧写歌拢足认真，袂讲安尼凊彩。我始终记着一句话，已经读过一句话了，我袂记得这句话怎讲的，叫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。啊，我会倒摆甲讲，我讲语必惊人死方休，语必惊人死方休，这是我创作的座右铭，始终一直在我的桌上。你若讲吼，一摆写一条歌，写完慢慢休困一阵嘛，再过来写第二条，会当安尼恢复家己的心灵，得到安慰，得到疗养。安尼唔着讲吼，每一条拢真拼来写。毋过你当车影的时阵吼，是手头逐个月拢10底专辑咧制作，会用讲写几落百条歌的人，也搁用这款的热情。系啊，你都家己一个拿蜡烛咧啊，都安尼烧落去就对啊。尤其是咧写歌的时阵吼，对我写第一条歌，甲我即摆咧写歌拢同款。我一直拢有一个宗旨，就是讲我逐底歌一定，我若家己无感动，这底歌我就会甲掠掉。你的每一首歌，你就去设定一个对象，那我去找到了那个对象之后，啊，我就开始进入那个角色。假定我是那种人，我听到这样的一个作品，他会不会感动？要写歌手嘛同款，我要写王宗平的歌，我嘛一定要入去伊的心内底，今麦咧想啥？他正在经历什么样的人生？因为这是咱能够帮歌手做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把写歌当作是一个人生，每一个人唱过我的歌，他都在经历一个他。伊的人生内底某一个阶段，那会华语的作品写遮尔济了后，慢慢吼，你开始转过来写台语歌。毋然安尼是，我发觉讲你写台语歌，迄个题材、迄个歌词，甲华语的阶段，敢若讲原来足有情差呢。就因为咱写国语大部分拢是咧写人咧邀的吼，拢会叫咱写情歌嘛，咱就硬写对吧？嘛，为了不写
自己讨厌的或恶心的，然后可以帮情分析成好几个阶段来写。好啊，我看安怎写，当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，情歌再也感动不了你了。所以我就不爱写啊。我就跟朋友一个看到我就跟朋友讲啊，情歌不要找我写了。啊，拄好咱讲这句话出了，过无偌久，台语就来找咱啦。我讲莫叫我写情歌哦，伊讲无，在你写，吉莲蝶啦，幸福的脸啦，啊，这拢一寡，我都拄着这种物件，我都感觉讲哦，我的规世人就是安尼。当我需要的时候，就有一只手突然掉下来，好啊，即马你话做这代志，安尼。啊，国情啊所在，幸福的脸，这条歌大细细真侪幼稚园拢咧教。对，我仅有的我这一生里面，我觉得我写了2首我最觉得我自己最值得骄傲的歌，都是《心内的选择》跟《幸福的脸》。幸福的脸，我之所以骄傲，是因为我感觉，因为我的梦想是吼，我用流行音乐做到咱们这个看咱们以后，我最梦想的就是有人来找我写童谣，因为我就想要写童谣的，那偏偏没那个机会，大家拢叫咱写情歌，人歌手唱啊，无迄个童谣啊，拄好，迄阵啊就，迄慈济就叫咱写一个，因的节目的主题曲，哦，叫做《幸福联络簿》。我说我就欢喜，好啊，我也在写。结果我接回来了，折腾了我3个晚上，我真的想不出来怎么写，因为我突然间发现，我讲不出来什么叫幸福。我一直呢哈，差不多利用2个礼拜的时间，问了我身边的所有的人，幸福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是杠3秒钟以后哎，再讲出来他的，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答案都没有说服到我。后来我自己找到答案，就是幸福是什么？从我自己2个小孩子里面，眼睛里面看到了。活在幸福里面的长大的小孩子，他的眼神会告诉你，伊就很好诶。敢会当互我呢塞奶一个，食无乐器，无伴奏，无半项。是。你甲阮喊2句啊，好不好？幸福有没有在我身边？怎么一直看不见？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？让我看看他的脸。老师，谢谢。没。谢谢。介特殊就是讲，你当伫咧华语的歌坛发挥的时阵，有诶跟伫你的身躯边，讲是你家己的徒弟啊，慢慢你嘛栽培因、牵成因出唱片。你讲王宗平大哥也好，苏尔珍即卖的苏明演律师也好，阁有小黑黑哥谢明佑，伊嘛写真侪歌，阁有陈建伟。啊，那你这个学生甲你慢慢这个10几年，拢正人同款的脚步，换拢刷过来写台语歌，这是什么款的原因？因为我就甲因讲吼，都年岁到啊，搁你慢慢市场看到遐大，甲先甲家己的土地照顾会着，这是你家己的血意，尤其是吼，你拢家己一个人的力量呀，一个小团体的力量啊。你要甲这么大的5大唱片去争国语歌，人迄一张唱片开拢几千万的迄个宣传费，你这无钱通开啊！所以好好写台语歌，先安尼出来才对，你能见度的问题。啊，我安尼甲因讲，因就拢知影，就去做台语唱片，伊果然都有效果，安尼啊。就开始写台语歌，我就先研究这段历史，所以我就知影讲，台语歌咱佫袂使甲用简歌来写啊，咱爱扩充到整个人生，整个为这个历史来负一点责任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这个出手的机会就更能够激励我们的头脑去想象更多的东西。不过我知影讲，老师永远保持过去迄款针对歌手咧写歌，写到家己的感动，写到歌手的形体浮出来迄种的习惯。
所以钟平哥少年的时候，你开始梦有多长有多远，是伊的形体。结果你开始写台语歌了后，伊佫甲你开喙，你甲写一条满水潮啊，袂输嘛，敢若伊的名片同款。听到这条歌，袂输就看到伊本人伫咧现场，因为迄个歌词真正就甲伊做人要活。啊，这就是咱的责任嘛，哦，咱写的拢是伊现阶段吼，属于他的形体、他的生活、他的灵魂。我的心就敢有啥呢？脚悬嘛拼袂过天，年岁若愈大，愈无身体啊，药挺会得到真宝贝。我随着我做人嫌弃，规工世界甲人怨尤。我随着我无论地位，脚踏实地认真过日。要逐工过年，到老有我来陪你。囡仔若愈大，咱是愈孤单。厝内平安就真可贵。我随着我做人嫌弃，规工世界甲人怨尤。我随着我无论地位，脚踏实地认真过日。我随着我做人嫌弃，规工世界甲人怨尤。我随着我无论地位，脚踏实地认真过日。满水潮啊，伊的做人，伊的诚意，我相信讲，你敢若透过电视机的镜头，你就体会到。王中平，中平哥，欢迎。国真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中平。大家拢知你高艺底，我嘛真感觉真奇怪，现在当这是老师会捡到我啦，因为当这是我是伫餐厅咧唱歌，咧唱歌，出来嘛是希望讲吼，用有机会来歌单，就无机会嘛。有一天老师去遐听歌，伊就捡到我，系啊。这块歌是伊伫乾坤唱片出几碟了后，我讲啊，
袂使的，我一定要帮中平写一个啊。要改变他一点，所以我就想咧，就是帮伊写一个满水调啊，就交互三哥，我就讲这地歌爱互中平啊，伊讲好，啊就听伊唱。啊嘛开始啊，甲乾坤一块一块一直结缘。老师，阮听曾心梅河水，迄嘛甲人足无共的歌词。我写好乾坤是足侪地歌的，黄世贤啊有，啊，迄个几啊，黄义玲，嘿对，哦，啊个我足侪个啦。当初是老师若无甲我捡着吼，我可能是一粒吼落伫路边的稻啊，一粒尔。吼啊，老师安尼有来甲咱捡起来吼，啊有互咱机会，啊社会有若互咱一个土地，啊有若咱的听众朋友有若互咱机会，所以咱今仔才有机会啊，迄张稻啊，哦有机会安尼不应，啊大长起来啊，哦有先变成一张稻啊安尼啦。我捌听大哥讲过，讲音乐这个物件，敢若拢是 melody 伫咧空中飞。对。总评哥讲，迄着爱足诚心的人，对，才机会到好的作品。对，我意思吼，老师咧教阮写歌时，伊就讲，你要写歌，你爱找一个你家己上合理的磁场的所在。足侪人写袂落放弃，但是你一定爱搁踮遐走咧，你一定爱走咧，走久的时阵，迄个旋律伫天顶咧飞，走久了后，你才找会到。啊，我感觉讲老师甲我教这吼，真正对我，伊毋是讲我唱歌的老师尔，伊是我人生的导师。佫毋若干那恁这的师兄弟，拢是老师一句话尔，大家拢无提示的。我上快乐的一段时间，一段日子就是吼，一出来啊，含老师阮若做工课转去，啊，阮会写物件，啊，老师咧会含我坐踮迄桌啊遐，啊，就泡茶，啊，两个就踮遐，伊就讲我咧写安怎，所以伊咧教，伊毋是讲摕册来甲你教，伊嘛无教材，伊家己爱想，啊，伊就是安尼教，啊，就是含阮两踮遐开讲。你讲足济，其实咯讲足济，我即马可能拢袂记。但是我感觉伊早对阮讲遐话吼，迄全安尼吼渗入我们的整个灵魂里面了。啊，所以讲我有时阵我伫社会当中，我咧唱歌，我嘛遇到足济困难过，吼，也是讲遇到讲我嘛会彷徨啊，吼，啊嘛因为人生业界嘛会起起伏伏，啊，毋过我拢想了我有一个老师，啊，就拢伫咧遐。足稳定诶，啊，然后想到什么，家己就感觉想嘛毋知影，啊，去找开讲，阮就一直保持这个习惯。毋过吼，你稳定伊无该稳定啊，因为我知影师母捌甲讲，哦，你的学生吼，敢若拢比你较好过，也有买厝，也有买车。即马有啊，即马有买厝啊。我心目中我上佩服阮老师啥，你知影无？安身乐道，安身。伊毋管伫什么所在，伊拢是保持足争气。伊袂讲哦，今仔去到迄个所在啊，虚华，伊就伊去到遐，伊足感性的，毋过伊嘛是足清楚的，足冷静，足清楚。你可能咧记录吼，伊看到这个物件，这凡是以后变做伊创作的养分。啊，我讲伊乐道就是伊即世人，伊就自开始写第一首歌，到即马，伊对创作这件代志，这是免迄个挑战的，我是安尼认为。伊对伊创作理念，伊写的歌，伊对伊家己作品的负责任，这就是一直来。自我熟悉到即马，拢是这个态度。像拄则讲了，迄个心内选择，我足佩服老师是安怎，你知？写心内选择，伊毋是要为了讲要安怎，毋是为了要出版，为了要安怎，毋是，伊是为了伊的感动。我去起来听的时阵，你毋知影，我听到吼，目屎流落来。同款。目屎流落，啊，毋过我迄是什么的目屎呢？毋是悲伤的，我是幸福的目屎。我感觉讲，啊，我哪会遮好运，我哪会遮幸福，我哪会唱到这条歌？啊，所以讲，我就感觉讲，这就是老师伫咧无形中啊，伊
若我讲起来吼，伊真正是咱的宝贝啦。讲了目屎就滴落来。真正啊，因为我对30几年啦，30几年，自我退伍到我即马安尼，我已经，阮后生就搁较紧了，我就要做阿公啊，安尼吼，30几年。大哥，你敢想，30几年来，环境变迁，业界起落落遮济，人的情分有法度，安尼拢无改变，表示老师过去影响咱偌深的。今年我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就是吼，老师入厝，啊，阮大家师兄弟，阮大家做伙吼，做伙食饭。你拢知影，其实迄天吼，哇！我怎啊想咧，我就又搁要流屎，足感动的。逐个人，咱的人生有偌长，要该长。但咱人生吼，咱有即几个迄落自少年到即马吼，咱逐个安尼个，到即个时阵可会用个做伙安尼来食一顿饭啊，足欢喜的安尼。就是始终的，就是安尼。遮的师兄弟，我头拄仔咧请教老师哦，拢较早捌互栽培过，结果即马吼，行来行去，所以大家拢行过来写台语歌、唱台语歌。是你算上早开始行对台语这方面来对，我是一个歌手，啊，歌手可能就变做讲，较随着一寡外面的环境，吼，因为咱就敢若讲我是一个演员，我有咧演戏，我只要把我的角色做好，啊，我无法度变角色，吼，我就是感觉就需要我就去做，啊，我嘛感觉讲我真好运啦，真幸运，因为囡仔时阵吼，我会记迄出啊若风台天，啊，阮乡村吼，啊，就停电，啊，阮妈妈就会1点咧，啊，阮兄弟姊妹就去遐教阮唱歌，啊，来遐唱迄个梦里早归啦，啊，踮遐唱迄个什么钢笔小白啦，我感觉讲哦，足侪少年呢，伊可能无认真去学过，但是其实伫伊的生命当中，有即个经验，有即个记忆，啊，即种就变做讲。有一天，若是有即个机会，伊就走出来。啊，咱即摆社会开始有咧重视吼，咱即台语歌，我相信讲，咱就继续甲灌溉。即摆少年的嘛是用无共款的方式咧写台语歌，没错，也有嘻哈的嘛，吼嘛有嘛，啊，搁摇滚的，这拢有啦。无别条路通行，叫做注定；无勇气看清伊，叫做软正。若当初我放弃，如今的我伫倒位？无别人来操烦。叫做好命，无福气享受伊，真正善车，像天边的浮云，凡人爱偌久才看会开，行着的脚步原谅过去。听家己心内的话，交予天。我相信乌阴天，月几工看无日，行中渐渐清澈的目睭，敢有意义？
条路通行，叫做注定。无勇气看清伊，叫做软情。若当初我放弃，如今的我伫倒好位？无别人来操烦，叫做好命。无福气享受伊，真正善车。像天边的浮云，凡人爱我久才看会开。行条的脚步原谅过去，听家己心内的话交予天。我相信乌阴天，过几工看无日，行中渐渐清楚的目睭，行着的脚步原谅过去，听家己心内的话交予天。我相信乌阴天，过几工看无日，行中渐渐清楚的目睭，敢有意义？熟悉因的时阵，拄好拢是差不多，拢是这个年岁，拢是伫这个年岁。那会让跟在我旁边的人，唔知我是这个不是我在操羊哦，我会让他跟在我身边的人，一定是不一样的人。我这样叫我洁癖，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带在旁边，我就搞看人的。才会拢安尼，才始终30档，大家感情牵才掉。音乐给了我一辈子，那我感觉我就幸运的，我规世人拢是叫音乐把照顾着。因为音乐的时代变了，已经开始往下了。那我就感觉讲，年轻人没有像我这么幸运，所以我就讲，觉得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条鱼。咱就给放回去，属于他的池塘里面。什么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池塘当成是他自己的王国，甚至于飞上天，飞到大海去，那东西应该给造化。我们就是给他个机会。真可贵老师，你入新厝迄天，因拢收回来。我是普通时，我袂爱安尼苦啦，但是就入厝咧，一定爱那无甲因邀请是会叫用叫的呢。足欢喜的，阮拢足欢喜的。阮太太吼，难得咧对我出门诶，伊话对去，伊等于伊就讲伊看你讲，哦，这种感觉吼是伊较想象不到的。好，伊唔知讲，咱这感情就是安尼，因为阮感受着讲，老师当初是咧教阮写歌也好啦。教阮入去录音室的一寡步骤也好，伊是拢全心全意啦。伊一直拢是用这种态度咧教学生啊，而且伊个足愿意互大家人机会啦。比如讲，以早我当咧对学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可能因为我是阮家大汉大囝嘛，大汉后生，我会负责阮家的一寡经济方面的迄个，老师知影，伊就我足侪机会啦，去唱流行四十五啦，
唱合声啦，安尼哦，嘿，伊就是一直拢用伊很细腻的心思哦对待周遭的人，嘿。不就是，其实我带人吼，拢是上大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讲，我做互恁看，你就伫边仔看。有通互你看，你都有法度有偌济，你就有偌济。言教不如身教，你就看我做就对啊。看我安怎面对这个音乐这条路。阮几个师兄弟来讲吼，我感觉是安尼，因为阮每一个人。拢个性拢无啥相像，吼阮除了吼共同对音乐的喜好以外吼，比如讲民渊伊个有伊的其他的专长专业，迄个民谣是伊是哇对乡土本土的热爱吼，伊是真正是没有保留啦。我讲是吼，伊这是，所以讲看了阮这孙兄弟逐个人安尼，我拢感觉讲。我足骄傲的，大家拢足赞的，伊学生啊真正拢袂歹。我感觉，对过我身边的吼，有一点伊家己一定学到的，就是学会怎么过自己的人生。就是你家己本来要爱啥的，你家己对我了，你会知。这是我上感觉安慰的。因为以早，阮爸爸较早无去。但是，迄个时阵有一个，迄个对我来讲就是人生导师，因下面咱讲足济，讲咱音乐界，吼甚至讲足济做人的代志安尼，这种的拢是阮以后阮加入这个行业吼，我感觉是足重要的养分。足福气的呢，大哥。足福气的。照今麦时代来讲，音乐足虚拟的，所以呢。入来音乐界，你若入来吼，足紧的，尤其嘛，甲艺界嘛，看年遐大吼。少年啊，如果稍微心性不定哦，一百年就变去。所以我一直要影响下骹因遮少年啊吼，就是要互因知影讲，其实音乐这条路，毋是你想象的遮好行，因为你以往你面对音乐吼。你是懵懂啊，那拢是兴趣呢。当有一天你要让它来养活你的时候，那个是不一样的了。你若面对音乐认真，音乐就会好啊回答你。对啊，同样的，因为这人生内底音乐是一个最虚拟的，所以你会晓面对音乐了。我相信你要面对音乐以外的多面的你拢足清楚的啦。这就是我家己对音乐人生的认知嘛。尤其是咱做音乐吼，讲较专业的音乐吼，一开始起始于一个旋律，你写出来，你把它填上歌词，它结束于最后的一道手续叫做 mix 混音，叫做混合。所以我感觉就奇妙哎，一开始是零没有的东西，到最后是所有东西都是混合在一起。那这期间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魔术哦，然后你偏偏混完了之后丢出去就开始发挥它最大的力量去感动人。我感觉这是上恐怖的哦，音乐的撞击力是。譬如讲一块歌，你讲夜夜抱着你牵你入眠，撞到你，迄就是规世人的呀。有统计学哦，一个人心目中，吼，在你的心内底，在你这一辈子里面都有20首的经典歌。那我有没有在你心里面占了那20首歌里面的其中一首？怎么可能只有其中一首？老师，不是跟他幸福的脸。不是跟他夜夜抱着牵你入眠，连季伟姐开始唱台语歌的时阵，有一条歌，我就安尼唔敢定定提出来听，顺行天星。我讲到这条歌，这条歌是我嘛是家己感觉足有意义的一首歌。
迄个时阵只有一个讲，伊的亲人拄离开无偌久，你甲讲，你嘛会当体会这种的心情，甲歌交互伊。不过厝后老师，你敢若就真罕得唱这条歌对无？无什么适当的场合唱这条歌啦，因为这条歌是一开始就是为着一个人文团体来找我讲的，要追思先人的场合播放，安尼。迄阵啊，拄到阮爸爸嘛走无偌久啊，我一直想要帮伊写这条歌，我就好答应写这条歌，因为正好有那个心情，就写这条歌出来，安尼啊，只是我把写给爸爸的转嫁到变成是写给所有刚走的人，这样子。我感觉迄条歌我嘛写了真成功。其实我台语的作品无介济，若要甲我国语的作品比起来，因为几乎是我的等于是后近来这10几档，后期的作品就珍惜每一个写台语歌的机会，因为无讲，感觉这家己的母语自细汉讲到大汉，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用自己的母语来写，要甲咱进前写国语的一寡咱的心得用伫家己的语言面顶安尼，这是一个足快乐的代志。刚才老师讲的迄4字，顺行天星，就代表咱要对离开的人，种种心内祝福。咱嘛相信讲离开的人是去到一个更较好，还是更较平静的所在。这条歌我家己唱，我第一遍唱 demo， 我就感觉家己都静静就家己啊，安尼。老师当时唱的 demo， 咱伫节目内底，套伫咧咱谈话中间，大家轻轻去听到老师当吹时的感动。赞，感谢。我足期待。老师讲来到这，我请你安尼，甲庄平哥我讲几句勉励话，好不好？伊大师兄伊拢叫伊大师兄，伊是所有人的典范，又是好爸爸，又是好丈夫。规世人我是看伊规世人自伊开始一个木头人，到现在一个这么伟大的人，我是上佩服伊。我伊变做我甲你讲，伊有当时是我的老师，真因为伊人生内底苦食了比我济了，毋知几倍。真的，我感觉我足幸运啦，等于我感觉伊足不幸，但是伊也活过来了。我感觉你袂看得出来。人生的苦拢是咱的养分。我感觉讲，莫用足负面的方式去看待。咱有时阵，凡是咱即马足辛苦的，凡是咱即马有一个难关袂得过，其实难关拢是咱家己互咱家己难关。有时阵你著甲经过，有时爱有贵人，你若过迄关，你搁转去看，你就感觉讲，你搁无共款啊，你搁较大汉，搁较坚强啊。老师已经用伊的歌甲咱教了，幸福的脸，雨水，结缘地，原谅过去。这个歌名都已经互咱侪体会甲启示了。老师，开讲到这，我要拜托你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甲阮印一个，互阮流浪的手印。老师，请。没问题。老师，谢谢。老师，虽然讲无迄个缘分做你的学生，也毋过人生未来梦有多长有多远。我今嘛来做你的师孙啊，来对庄平哥加学挂。我相信讲我会慢慢改善，会慢慢进步。真啊，真啊！你敢有要收这个土地啊？结缘地啉落啊？系啊，这是啊，对啊，这迄个
感谢黄大军老师来开讲，感谢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，老师多谢，真的。